谢谢青年朋友，越了解韩国瑜，越会能够知道韩国瑜是最关心台湾年轻人的发展。拜托青年朋友不投韩国瑜没关系，一定要看我的政见，一定要货比货，货比三家不吃亏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局员委员蔡玉玲政委、张善政院长，还有我们韩国瑜总统候选人。韩国瑜跟张善政，我们真的能选上，我们会用最大的力量来培养我们下一代年轻朋友，包括我们的青创这一块。如果我们输给其他的国家，我们是不服气的。以我们的头脑，以我们的认真，以我们的努力，以及我们海外这么大的资源，我们这么巨大的资源，居然我们输掉了，那怎么可能？我绝对不相信。请发见。恭请韩市长来为我们回应。我正领航，新创启航，全场掌声鼓励，胜利胜利！想让民调说要把它封盘之后，可是我说3%跟5%的差距，这是什么根据的？是什么根据？日本驻台前大使昭田不是在日本东京讲一样的话吗？他认为在5%之内输赢啊，所以大家的看法都很接近。这一次选战是非常接近的一次选举，选战非常的焦灼。好，谢谢。最新的民调啊，其实那个您的在年轻支持度的部分，其实就有1%多，那甚至还可能比宋楚瑜低。那你觉得说，其实韩导跟民众来跟年轻选民来支持的话，你是哪一家媒体？还是可以获得支持吗？谢谢青年朋友，越了解韩国瑜，越会能够知道韩国瑜是最关心台湾年轻人的发展。拜托青年朋友不投韩国瑜没关系，一定要看我的政见，一定要货比货，货比三家不吃亏，好吧？送这个罢免提议书已经送到中选会了，怎么看？民主自由社会本来公民权就可以选举罢免、创制、复决都可以行使，完全尊重。所以这次所谓高雄市罢免的行动，为台湾民主政治史上写下了非常扭曲的一页。没有一个县市长上来2个月就开始罢免的，这充分反映民进党对高雄完全看为自己的口袋里面的囊中之物。所以民进党在高雄选输了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高雄人要向全台湾人道歉，这些都是今天罢免案递交的一些心理的反射。民进党认为高雄应该继续在民进党的治理之下，大错特错。因为这20-30年来，大家看得出来，民进党在高雄的执政非常的差劲，所以高雄人已经觉醒了。